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5月14日跑馬地夜馬星期三共9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840，重心精選場次係第3、第4同埋第8場。第一場18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傳承者，孭129磅，配呢個關德禮，上次跑第4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皮具大師，孭122磅，配呢個巴道，上次跑第1。8號洪寶寶，孭124磅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2。同埋4號上市魅力，孭131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9。第二場10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路路勁，孭121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係初出馬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聖萬金，孭116磅，配呢個鍾奕禮，上次跑第3。8號枕頭之星，孭119磅，配呢個蔡明少，上次係跑第9。同埋2號年年幸運，孭122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上次係跑第10。第三場165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2號魔法速遞，孭117磅，配呢個巴道，上次係跑第8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卓越善風，孭135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上次跑第1。4號多利神區，孭132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係跑第11。同埋8號陽光寶貝，孭116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上次係跑第9。第4場1650米2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加州動員，孭122磅，配呢個巴道，上次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太陽勇士，孭122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上次跑第3。1號喜連勇敢，孭135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跑第5。同埋7號木火兄弟，孭115磅，配呢個楊明倫，上次跑第5。第5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起眼光，孭130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上次跑第7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有紅利，孭128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上次跑第2。9號金匯千歲，孭125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6。同埋1號起旺區，孭135磅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4。第6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天外迎天，孭125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上次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9號鄉村樂韻，孭124磅，配艾少禮，上次跑第3。5號非凡時刻，孭128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上次跑第4。同埋11號精明選擇，孭115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上次跑第7。第7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7號光輝所願，孭127磅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落河，孭121磅，配呢個何明年，上次跑第3。4號好精神，孭129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跑第4。同埋12號美神來，孭114磅，配呢個鍾奕禮，上次係跑第6。第8場18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春風萬里，孭121磅，配呢個巴道，上次跑第6。
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星價呢128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上次跑第2；5號包裝創新呢125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上次跑第9；同埋10號中華英雄呢120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上次跑第3。第9場10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首飾空呢124磅，配呢個巴道，係初出馬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風雲武士呢129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上次係跑第2；2號翠紅呢130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1；同埋11號皇帝英明呢120磅，配呢個蔡明少，上次係跑第8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